情況嘅讀者能夠輕易理解嘅方式，同時都以一種對試圖進行治療干預嘅心理健康專業人士有用嘅方式呈現呢個新視角。了解操控型人格嘅真實性格，係更有效地與其周旋嘅第一步。為了了解佢哋真正係咩樣嘅人，我哋必須喺一個適當嘅脈絡中睇待佢哋。喺呢一章，我希望提供一個理解人格與性格嘅框架，幫助你將操控者與其他人格類型區分開嚟，並提升你喺遭遇時識別一隻披着羊皮嘅狼嘅能力。人格 personality 一詞源自拉丁語 persona， 意指面具。喺古代戲院中，演員清一色係男性，而透過戲劇技巧傳遞情感嘅藝術尚未完全發展。女性角色和各種情緒係透過佩戴面具嚟呈現嘅。古典理論家將人格概念化為一個人用嚟掩蓋真實自我嘅社會外表或面具，並採用了呢個詞語。然而，呢個古典嘅人格定義已被證明相當局限。人格都可以被定義為一個人發展出來嘅獨特方式，用以感知、與他人及世界建立關係和互動。喺呢個人格模型中，生物因素如遺傳、荷爾蒙影響、腦部生化發揮着作用，氣質亦然。當然，一個人嘅環境性質以及佢或佢從過去經歷中所學到嘅東西，都係重大嘅影響因素。所有呢啲因素動態地相互作用，並促成一個人喺處理與他人嘅關係和應對生活壓力方面，隨着時間發展出獨特嘅風格。一個人嘅人際互動風格第一章，攻擊型與隱性攻擊型人格或人格，係一種喺好大程度上穩定嘅特質，唔會隨着時間發生太大嘅變化，並喺各種各樣嘅情況下都有所體現。性格每個人獨特嘅與他人關係嘅風格，都具有社會、倫理和道德層面嘅影響。一個人人格中反映其如何接受和履行社會責任，以及如何與他人相處嘅方面，有時被稱為性格 character。有些人將性格和人格互換使用，但喺本書中，性格一詞將指個人人格中嗰啲反映其發展個人正直 integrity 和對負責任嘅社會行為承擔嘅程度嘅方面。性格健全嘅人能節制其本能衝動，調節其行為嘅重要方面，尤其係為了更大嘅社會利益而約束其攻擊性傾向。一些基本人格類型，關於各種人格類型嘅臨床文獻卷廸浩繁，討論所有人格類型超出了本書嘅範疇。然而，我認為區分兩個基本嘅人格維度特別有用。這兩個維度處於一個連續體嘅兩端，反映了一個人如何應對生活中嘅挑戰。作為以目標為導向嘅生物，我哋都花費大量嘅時間和精力，嘗試獲取我哋認為能幫助我哋繁盛或帶來某種快樂嘅東西。遭遇到阻礙我哋所想要嘅事物嘅障礙或壁壘，係人際衝突嘅本質。面對阻礙所想要嘅事物嘅障礙時，一個人基本上可以做兩件事。佢哋可以被所遭遇嘅阻力如此震懾或嚇倒，或者如此唔確定自己是否有能力有效應對，而選擇恐懼地退縮。又或者，佢哋可以直接挑戰嗰個障礙。如果佢哋對自己嘅爭鬥能力足夠自信，且性情足夠執着，佢哋或許會嘗試強行移除或克服任何橫梗喺佢哋與目標之間嘅東西。順從型人格慣於且過度地從潛喺嘅衝突中退縮。佢哋懷疑自己嘅能力，並過度恐懼採取立場，因為佢哋太常從挑戰中逃跑，佢哋剝奪了自己體驗成功嘅機會。呢種模式令佢哋難以發展出個人能力嘅感覺，並達到自力更生。一些人格理論家將呢啲人描述為被動依賴型，因為佢哋嘅被動性喺好大程度上導致佢哋過度依賴他人替自己爭鬥，感到自身唔足。佢哋太容易屈服於嗰啲佢哋視為比自己更有力量或更有能力嘅人嘅意志。相比之下，攻擊型人格 aggressive personalities 喺任何潛喺衝突中都過度傾向於爭鬥。佢哋生命中嘅主要目標係贏，並以相當嘅熱情追求呢個目標。佢哋強行努力克服、壓倒或消除任何阻礙佢哋所想要嘅東西嘅障礙。佢哋雄心勃勃地追求權力，並喺得到後毫無保留且唔擇手段地加以運用。佢哋總係努力站喺頂端並掌握控制權。
佢哋樂於接受挑戰。無論佢哋對自己喺大多數衝突中應付自如嘅信心是否有充分根據，佢哋都傾向於過度自立或情感上嘅獨立。神經質人格與性格失調人格另外兩個重要嘅人格維度，代表着另一個連續體嘅兩個相反端點。嗰啲對如何應對過度唔確定，且喺嘗試保障自身基本需求時過度焦慮嘅人格，通常被稱為神經質嘅 neurotic。神經質人格所經歷嘅內心情緒動盪，最常源於其基本本能衝動與其良知嘅疑慮之間嘅衝突。因此，斯科特·派克 Scott Peck 喺《少有人走嘅路》The Road Less Traveled 中指出，神經質者因良知過多而受苦，作為一般規律而言係正確的。呢些人對尋求滿足自己嘅需求過於恐懼，因為佢哋咁做時會被過度嘅罪惡感或羞恥感所困擾。相比之下，性格失調嘅人格 Character Disordered Personalities 喺付諸行動其原始衝動時缺乏自制力，佢哋對自己所做嘅事情唔夠困擾。正如派克所指出，佢哋係嗰種良知太少嘅人。並非每個人都可以簡單地被歸類為神經質或性格失調，但每個人都落喺大部分神經質和大部分性格失調之間嘅連續體上嘅某個位置。儘管如此，區分一個人係主要呈現神經質還是性格失調，係非常有幫助嘅。弗洛伊德假設文明係神經症嘅成因。佢指出，人哋將痛苦和艱辛帶入他人生命嘅主要方式，涉及性或攻擊行為，而社會往往譴責唔加選擇嘅性行為或攻擊行為。佢因此理論化，嗰啲將社會禁令內化嘅人，雖然從野蠻人被改造，但以神經症嘅形式為其自制力付出了代價。然而，從另一個角度嚟睇，我哋可以講，大多數人願意約束，甚至擔憂其性慾和攻擊性衝動，正係令文明成為可能嘅原因。能夠認領並自由地規範自己基本本能，從而以卡爾·榮格 Carl Jung 所建議嘅方式超越所有神經症嘅人實屬罕見。因此，喺大多數情況下，係我哋具備神經症嘅能力讓我哋保持文明。因此，神經症喺適度嘅情況下，係一種非常有功能嘅現象。喺今天開放嘅社會氛圍中，一個人嘅神經症已變得如此極端，以至於需要治療干預嘅情況，遠比從前罕見。而中度神經質嘅人係我哋社會嘅骨幹。喺一個文明社會中，性格失調者比神經質者更令人頭痛。神經質者主要令自己困擾，因為佢哋讓過度且無根據嘅恐懼窒礙了自己嘅成功。而這隻發生喺神經症屬於極端嘅相對罕見嘅情況中。相反，性格失調嘅人格唔受良知疑慮嘅束縛，熱情地追求個人目標，漠視且往往以犧牲他人嘅權利和需求為代價，並為他人及整個社會帶來各種問題。專業人士中有一句常講嘅話：如果一個人令自己痛苦，佢可能係神經質嘅；如果佢令其他所有人痛苦，佢可能係性格失調嘅。喺各種人格類型中，順從型人格屬於最神經質嘅，而攻擊型人格屬於最性格失調嘅。主要呈現神經質和主要呈現性格失調嘅個體，由截然唔同嘅特徵定義。無論你係處於問題關係中嘅人，還是嘗試理解並補救唔健康情況嘅治療師，記住呢啲差異至關重要。神經質人格，對於神經質者嚟講，焦慮喺其人格發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並助長其痛苦嘅症狀。神經質者有一個發育完善，或許甚至係過度活躍嘅良知或超我。神經質者有着過度嘅罪惡感和斜線或羞恥感，這增加了焦慮並導致了佢哋大部分嘅痛苦。神經質者運用防衛機制嚟幫助減少焦慮，並保護自己免受難以承受嘅情緒痛苦。對社會拒絕嘅恐懼促使神經質者掩蓋自己嘅真實自我，並向他人呈現虛假嘅外表。神經質者所經歷嘅心理痛苦症狀係自我唔和諧嘅，即被體驗為唔想要且唔受歡迎嘅。因此，神經質者往往會主動尋求幫助以緩解其痛苦。情緒衝突係神經質者所報告症狀嘅根源，係治療嘅適當焦點。
神經質者往往有受損或唔足嘅自尊。神經質者對負面後果和社會拒絕過度敏感，令神經質者感到焦慮嘅內心情緒衝突，以及佢哋用嚟減少呢種焦慮嘅防衛機制，好大程度上係潛意識嘅。由於問題嘅根源往往係潛意識嘅，神經質者需要，且往往受益於傳統嘅以洞見為導向嘅治療方法所提供嘅增強自我覺察。性格失調人格或焦慮喺性格失調者 CDO 所經歷嘅問題中，只扮演着次要角色。CDO 對其失調行為模式缺乏足夠嘅憂慮和焦慮。性格極度失調者可能完全冇良知，大多數 CDO 嘅良知發育程度明顯唔足。CDO 喺體驗真正嘅羞恥或罪惡感方面，能力有所減弱。對某些人睇似防衛機制嘅東西，更可能係一種用嚟操控他人，並抗拒對社會要求作出讓步嘅權力手段。CDO 個體或許會試圖管理你對佢哋嘅印象，但就基本人格而言，佢哋就係佢哋本來嘅樣子。人格嘅問題方面係自我和諧嘅，即 CDO 喜歡自己本來嘅樣子，對自己嘅行為模式感到自在，儘管佢哋嘅本質和行事方式可能令他人大感困擾。佢哋好少主動尋求幫助，通常係被他人施壓。錯誤嘅思維模式斜線態度係 CDO 所展現嘅問題行為嘅根源。CDO 最常有膨脹嘅自尊，佢哋膨脹嘅自我形象並非對潛喺自卑感嘅補償。CDO 唔受負面後果或社會譴責嘅阻嚇。CDO 嘅問題行為模式或許係習慣性且自動嘅，但係有意識且刻意嘅。性格失調者有充分嘅洞察力和自我覺察，但儘管如此，仍抗拒改變其態度和核心信念。CDO 並唔需要更多洞察力，佢哋所需要且能從中受益嘅係限制、對質，以及最重要嘅糾正。認知行為 （cognitive behavioral） 治療方法係最適當嘅。如上所列，喺幾乎每個維度上，性格失調者都與神經質個體截然唔同。尤其係性格失調者嘅思維方式與我哋大多數人唔同。近年嚟，研究人員已開始認識到識別這一事實嘅重要性。我哋嘅思維方式、我哋嘅信念以及我哋形成嘅態度，喺好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哋嘅行為方式。這部分解釋了為何目前嘅研究表明，認知行為治療針對錯誤思維模式，並強化一個人改變其思維和行為模式嘅意願，係治療性格失調者嘅首選。對性格失調者扭曲思維模式嘅研究始於幾年前，最初聚焦於罪犯嘅思維模式。多年嚟，研究人員已了解到，問題性嘅思維模式喺各類型嘅性格失調者中都好普遍。我採納、修改並補充了許多已知嘅問題思維模式，並就其中一些較重要嘅模式提供簡要概述，以自我為中心嘅思維。性格失調者總係喺想着自己，佢哋唔考慮他人需要咩，或自己嘅行為可能如何影響他人。呢種思維方式導致了自私自利和漠視社會責任嘅態度。佔有性思維，這係將他人視為可以任由自己支配嘅財產，或其角色係取悅自己嘅思維方式。性格失調者都傾向於將他人視為客體、物化，而非有尊嚴、價值、權利和需求嘅個體。呢種思維方式導致了所有權感、特權感 （entitlement） 和非人化嘅態度。極端、全有或全無思維。性格失調者傾向於認為，如果佢無法得到自己想要嘅一切，佢就唔接受任何東西。如果佢唔喺頂端，佢就認為自己喺底層。如果有人唔同意佢講嘅一切，佢就認為對方根本唔重視佢嘅意見。呢種思維方式令佢無法產生任何平衡感或節制感，並助長了唔妥協嘅態度。自大思維。性格失調者如此高估自己，以至於認為自己有資格得到任何想要嘅東西。佢傾向於認為東西係理所應當欠佢嘅，而唔係接受佢需要為自己渴望嘅東西而努力嘅事實。呢種思維方式助長了優越感、傲慢和特權感 （entitlement） 嘅態度。無羞恥思維。
性格失調者缺乏健康嘅羞恥感，佢傾向於唔在乎自己嘅行為如何反映其性格。如果有人揭露了佢嘅真實性格，佢或許會感到難堪，但因被揭穿而感到難堪，與對可恥行為感到羞恥並唔相同。無羞恥思維助長了厚顏無恥嘅態度。快速省事思維，性格失調者總係想走捷徑，佢討厭付出努力或承擔義務，佢更享受哄騙他人。呢種思維方式助長了對勞動和努力嘅輕蔑態度。無罪惡感思維，性格失調者喺行動之前從唔考慮某種行為嘅係非對錯，無論違反咩社會規範，都任意取得自己想要嘅東西。呢種思維方式助長了唔負責任和反社會嘅態度。攻擊型人格及其亞型人格理論家西奧多·米隆 （Theodore Millon） 將攻擊型人格概念化為喺與他人互動及與世界打交道嘅方式上係主動獨立型嘅。佢指出，呢些個體主動掌控滿足自身需求嘅過程，並抗拒依賴他人嘅支持。佢都指出，有兩種主動獨立型人格，一種能夠充分約束其行為以喺社會中正常運作，另一種則無法遵守法律。我唔同意攻擊性呢個標籤最能描述每種主動獨立型人格亞型嘅人際風格。一個人可以採取主動照顧自己嘅風格，而唔使真嘅帶有攻擊性。自主張型人格 （assertive personality） 便係如此。我認為佢係所有人格中最健康嘅。但我完全同意，攻擊型人格嘅類型遠唔止職業罪犯。唔幸嘅係，官方精神科術語只認可主動獨立型人格嘅一個小型亞型反社會人格為心理失調。與自主張型人格唔同，攻擊型人格喺追求其人際目標時，帶有一定程度嘅冷酷無情，反映出其對他人權利和需求嘅漠視。其核心特徵包括一種傾向於正面迎接生活挑戰，並以堅定嘅決心贏得勝利嘅特質，好鬥嘅氣質和心態，一種適應唔良嘅低度恐懼和抑制控制唔足，一種持久嘅想要處於主導地位嘅慾望，以及一種特殊嘅對嗰啲被視為較弱者嘅輕蔑和漠視。佢哋從骨子裏就係爭鬥者。攻擊型人格都擁有大多數自戀者嘅特質。事實上，有些人將呢種人格類型視為自戀型人格嘅攻擊性變體。攻擊型人格出了名地自信和自我中心，佢哋嘅慾望、計劃、意圖等係佢哋唯一在乎嘅事，而任何站喺佢哋路上嘅人或事，都必須被令其無法阻撓佢哋嘅目標。根據米隆關於主動獨立型人格嘅理論，一些關於型攻擊性人格嘅研究，關於某些最嚴重嘅攻擊型人格嘅新興研究，以及多年與各類性格失調者打交道嘅臨床經驗，我認為將5種基本攻擊型人格類型加以分類係有用嘅：失控攻擊型 （unbridled aggressive）、有節制攻擊型 （channeled aggressive）、施虐型 （sadistic）、掠奪型、精神病態型 （predatory 斜線 psychopathic） 以及隱性攻擊型 （covert aggressive） 人格。雖然佢哋彼此有許多共同之處，但每種攻擊型人格類型都有一些清晰嘅獨特定義特徵。有些比其他嘅更危險，有些比其他嘅更難以理解。但所有攻擊型人格對於嗰啲唔得唔為其工作、與其共同生活或喺其影響下工作嘅人，都構成相當大嘅挑戰。失控攻擊型人格 （unbridled aggressive personalities） 喺行為上公開帶有敵意、頻繁暴力，且往往具有犯罪性質。呢些係我哋通常稱之為反社會嘅人。佢哋往往容易憤怒，缺乏適應性嘅恐懼感或謹慎，係衝動、魯莽和冒險嘅，並過度傾向於侵犯他人嘅權利。許多人花了相當多嘅生命時間身陷囹圄，因為佢哋根本唔肯順從，即使順從符合佢哋自己嘅最大利益。傳統觀點對呢啲人格嘅看法，一直係佢哋之所以如此，係因為佢哋喺令佢哋唔信任權威和他人嘅環境中成長，且因虐待和忽視而留下了太深嘅創傷，以至於無法充分地與他人建立聯繫。多年嘅經驗讓我確信，其中確有一些明顯攻擊型人格嘅敵意，係由對他人嘅過分唔信任所助長嘅。更少部分嘅人似乎喺生理上就傾向於極度嘅警覺性和多疑性，
即同時具有一些偏執型人格特質。但我嘅經驗告訴我，大多數失控攻擊型人格並非那麼多地被唔信任和猜疑驅動，而更多係由過度嘅攻擊性準備所驅動，即使喺冇必要、冇受到刺激或純粹由憤怒驅動嘅情況下，佢哋會毫唔猶豫、唔計後果地攻擊，無論係對自己還是對他人。而呢啲人中有相當一部分，其背景並唔存在虐待、忽視或劣勢。事實上，有些人係喺最優越嘅環境中成長嘅。所以，我哋對呢啲人格嘅許多傳統假設正喺被重新評估。有一位研究人員指出，佢喺所有與之打交道嘅各種犯罪人格中能找到嘅幾乎唯一可靠嘅共同因素，係佢哋似乎都享受從事非法活動。有節制攻擊型人格 （Channeled Aggressives） 係明顯攻擊型人格，通常將其攻擊性限制喺社會可接受嘅渠道，例如商業、體育、執法、法律界和軍隊。呢些人往往因強硬、固執和好勝而受到獎勵。佢哋可能會公開談論埋葬競爭對手或壓垮對手。佢哋通常會越過真正反社會行為嘅界線，但當佢哋咁做時，實喺唔應該令任何人驚訝。這係因為佢哋嘅社會順從性往往更多係出於實際考量，而非對一套原則或更高權威嘅真正信服。所以，當佢哋感到有理由咁做，或認為可以逃過懲罰時，佢哋就會打破規則，對他人造成唔當嘅傷害。施虐攻擊型人格 （Sadistic Aggressive Personality） 係另一種明顯攻擊型人格亞型。和所有其他攻擊型人格一樣，佢哋尋求對他人嘅權力和支配地位。但呢些人從睇到受害者喺脆弱嘅處境中扭動和哀求中獲得特別嘅滿足感。對其他攻擊型人格類型而言，讓任何阻礙佢哋得到想要事物嘅人承受痛苦或傷害，被視為不過係爭鬥中嘅意外。大多數攻擊型人格嘅目的唔係傷害，而係獲勝。佢哋嘅想法係，如果必須有人受傷才能讓佢哋如願以償，那就咁吧。然而，施虐者卻享受讓人哀求和受苦。和其他攻擊型人格一樣，施虐者想要支配和控制，但佢哋特別享受透過羞辱和貶低受害者嚟做到這一點。掠奪攻擊型人格 （Predatory Aggressive） 係攻擊型人格中最危險嘅，都被一些人稱為精神病態者 （Psychopath） 或反社會人格者 （Sociopath）。喺呢個課題上，可能冇比羅伯特·克爾 （Robert Hare） 更博學嘅專家。佢嘅著作《冇良知》（Without Conscience） 係一本令人唔寒而慄，但非常易讀且有價值嘅入門書。幸運嘅係，作為一個群體，精神病態者相對罕見。然而，喺我嘅職業生涯中，我遇到並處理過相當數量嘅此類人。呢啲人與大多數人截然唔同。佢哋缺乏良知，令人唔安。佢哋傾向於將自己視為優越嘅生物，認為劣等嘅普通人係其理所應當嘅獵物。佢哋係最極端嘅操控者或詐騙犯，靠剝削和虐待他人而生存。佢哋可以有魅力，令人卸下防備。作為高技能嘅掠奪者，佢哋仔細研究獵物嘅脆弱性，並喺冇絲毫懊悔或遺憾嘅情況下，能夠施行最可惡嘅受害行為。幸運嘅係，大多數操控者並非精神病態者。各種攻擊型人格擁有一些共同特徵，佢哋都極度傾向於喺他人身上尋求權力和支配地位。佢哋都相對唔受懲罰威脅或良知刺痛嘅約束。佢哋都傾向於以扭曲現實嘅方式嚟睇待事物和思考，阻止自己接受並行使對自身行為嘅責任，並為其過度攻擊性嘅立場辯護。佢哋扭曲嘅、錯誤嘅思維模式已成為近年許多研究嘅課題。由於各種攻擊型人格類型有如此多嘅共同點，一種亞型擁有另一種亞型嘅某些特徵並唔罕見。所以，以反社會為主嘅人格可能同時具有一些施虐型和隱性攻擊型特徵，而隱性攻擊型人格都可能具有一些反社會傾向，等等。如前所述，所有攻擊型人格都與自戀型人格有許多共同特徵，兩者都表現出自我膨脹和特權感嘅態度，兩者喺人際關係中都帶有剝削性。
兩者都係情感上獨立嘅人格，即依賴自己嚟得到所需。米龍將自戀者描述為被動獨立型人格，因為佢哋對自己評價如此之高，以至於相信自己喺生活中根本唔需要任何其他人。佢哋唔一定需要做任何事嚟展示自己嘅能力和優越性，佢哋已經深信唔疑。而自戀者因如此以自我為中心，以至於可能被動地漠視他人嘅權利和需求。相比之下，攻擊型人格則主動從事只喺確保和維持其獨立性嘅行為，並主動踐踏他人嘅權利以實現其目標，並喺他人之上維持支配地位。隱性攻擊型人格作為攻擊型人格嘅一個亞型，人們或許預期隱性攻擊型人格 （covert aggressive personalities） 會擁有自戀者以及其他攻擊型人格嘅某些特徵，但隱性攻擊型人格擁有許多獨特嘅屬性，令其成為真正獨特嘅攻擊型人格類型。呢啲人格最主要係透過其爭鬥嘅方式，區別於其他攻擊型人格類型。佢哋以微妙、狡猾且暗中嘅方式，爭取自己想要嘅，並追求對他人嘅支配。總體而言，佢哋嘅性格失調程度遠超過神經質程度。喺佢哋可能擁有嘅嗰啲神經質特質嘅程度上，佢哋對自己嘅真實性格和其隱性攻擊行為自我欺騙。喺佢哋性格失調嘅程度上，佢哋更主動地只係嘗試欺騙其預設嘅受害者。隱性攻擊者唔中意表現出明顯嘅攻擊性，既有實際嘅考量，都有維護面子嘅原因。操控者知道，如果佢哋嘅攻擊性係公開嘅，佢哋就會遇到阻力。學到了繞過障礙，而非直接面對，往往係克服障礙最佳方式嘅佢哋，擅長唔擇手段卻隱蔽地爭鬥。一些人格理論家提出，隱性攻擊型或操控型人格嘅核心特質，係佢哋從控騙受害者中獲得了超乎尋常嘅刺激感。但我相信佢哋嘅主要意圖與其他攻擊型人格相同，佢哋只係想贏，並發現隱蔽嘅爭鬥方式係實現目標最有效嘅方法。以下係我發現嘅佢哋嘅主要特點：一、隱性攻擊者總係想要按自己嘅方式行事或贏。對佢哋而言，和所有攻擊型人格一樣，每一個生活情景都係一個需要應對嘅挑戰，一場需要贏得嘅戰役。二、隱性攻擊者追求對他人嘅權力和支配地位。佢哋總係想要佔得上風，掌握控制權。佢哋使用一套微妙卻有效嘅權力手段，以喺人際關係中獲得並維持優勢。佢哋運用某些手段，令他人更有可能進入守勢、退縮或讓步，同時掩蓋自己嘅攻擊意圖。三、隱性攻擊者可以帶有欺騙性地表現得彬彬有禮、迷人且誘人。佢哋知道如何表現良好，以及如何透過融化你嘅阻力嚟贏得你嘅好感。佢哋知道講咩、做咩，才能讓你放棄任何本能嘅唔信任，把佢哋想要嘅東西給佢哋。四、隱性攻擊者都可以係唔擇手段、暗中行事且報復性嘅爭鬥者。佢哋知道如何利用任何弱點，並喺察覺到你動搖時加強攻勢。佢哋知道如何喺你毫唔知情、毫無準備嘅時候攻其唔備。如果佢哋認為你阻撓或佔了佢哋嘅上風，佢哋就會試圖報復。對佢哋嚟講，戰役永遠唔會結束，直到佢哋認為自己贏了為止。五、隱性攻擊者嘅良知有着獨特嘅損傷。和所有攻擊型人格一樣，佢哋缺乏內喺嘅剎制。佢哋知道對與錯，但唔會讓這妨礙佢哋得到想要嘅東西。對佢哋而言，目的永遠使手段合理化。所以，佢哋對自己和他人欺騙自己真正喺做咩。六、隱性攻擊者喺人際關係中具有虐待性和剝削性。佢哋將人視為生活這場遊戲、競賽中嘅棋子。厭惡弱點嘅佢哋，利用喺對手身上發現嘅每一個缺陷。和任何其他類型嘅人格一樣，隱性攻擊者喺其心理病態程度上各有唔同。最嚴重嘅隱性攻擊者，遠唔止係喺人際風格上帶有操控性。嚴重嘅隱性攻擊者能夠喺帶有欺騙性嘅彬彬有禮，甚至令人着迷嘅社交外表之下，掩藏相當程度嘅冷酷無情和對權力嘅渴望。
有些甚至可能係精神病態者。吉姆、瓊斯 （Jim Jones） 和大衛·柯雷澤 （David Koresh） 係好好嘅例子。但盡管隱性攻擊型人格可以遠唔止係一個操控者，慣常嘅操控者幾乎總係隱性攻擊型人格。區分隱性攻擊型與其他人格類型，正如被動攻擊性和隱性攻擊性係非常唔同嘅行為。被動攻擊型人格和隱性攻擊型人格都截然唔同。米龍將被動攻擊型或消極主義型人格描述為一種對於是採取主要獨立還是依賴嘅應對風格，主動持有矛盾態度嘅人。呢啲人想要掌管自己嘅生活，但又害怕自己冇能力有效地做到這一點。佢哋對係主要靠自己還是依賴他人嘅矛盾，令佢哋自己和與之有關係嘅人陷入真正嘅困境。佢哋長期渴望並索取他人嘅支持和關懷，但因為佢哋同時都怨恨處於依賴和順從嘅地位，佢哋往往試圖透過拒絕與嗰啲佢哋索取支持嘅人合作，嚟獲得某種個人權力感。喺一個決定上猶豫唔決，佢哋可能會抱怨讓你嚟決定。當你決定了，佢哋又猶豫是否要跟從。喺與你嘅爭論中，佢哋可能會感到厭倦，想要脫離，但害怕若真嘅脫離，佢哋可能會喺情感上被遺棄。佢哋會留下來悶悶唔樂，直到你哀求佢哋告訴你出了咩問題。與被動攻擊型人格嘅生活可能非常困難，因為似乎總找唔到令佢哋滿意嘅方式。雖然斯科特·韋茨勒 （Scott Wessler） 喺其著作《與被動攻擊型男性共處 Living with the Passive-Aggressive Man》中，經常未能區分被動攻擊性和隱性攻擊性，但佢對被動攻擊型人格及與此類人共同生活嘅感受描述得相當好。被動攻擊型嘅治療病人喺業界係出了名嘅，佢哋可能會抱怨並投訴治療師給予佢哋嘅支持唔足，但一旦治療師試圖給予佢哋咩，佢哋必然會開始用係嘅，但係嘅說法和其他微妙嘅被動抵抗形式，對治療師嘅建議進行頂撞。大多數治療師能夠輕易區分呢啲被羞恥感高敏感性所驅動嘅主動矛盾型人格，和我所稱嘅更為狡猾、精於計算嘅操控者即隱性攻擊型人格。但有時，由於唔熟悉更準確的術語，且希望突出操控者所展現嘅微妙攻擊性，治療師往往會誤用被動攻擊型呢個標籤嚟描述操控者。隱性攻擊型人格與強迫型人格 （Obsessive-compulsive personalities） 唔同。我哋都認識一些追求完美、一絲唔苟且高度有條理嘅人。當佢哋審查我哋嘅報稅表或進行腦部手術時，我哋對呢啲特質評價甚高。係嘅，有些強迫型嘅人可以係強勢嘅、威權嘅、支配性嘅和控制性嘅，但那係因為呢類人同時都帶有隱性攻擊性。一個人可以將其對原則和標準嘅所謂承諾，作為喺他人身上行使權力和支配嘅工具，同時都帶有隱性攻擊性嘅強迫型人格，係嗰種試圖將自己嘅標準強加於所有其他人嘅人。隱性攻擊型人格與自戀型人格唔同，儘管佢哋幾乎總係擁有自戀特徵。對自己評價過高嘅人，唔一定嘗試操控他人。自戀者可能因為太過沉浸喺自身中，而被動地漠視他人嘅需求。然而，有些以自我為中心嘅人，卻主動漠視他人嘅需求，並有意地加以傷害和虐待。認識到這一點，一些作者區分了良性自戀者和惡性自戀者。但我認為，嗰種因太過以自我為中心而忽視他人權利和需求嘅人，與嗰種習慣性地剝削和傷害他人嘅人之間嘅區別，係後者除了自戀之外，還明顯帶有攻擊性。所以，嗰啲聰明地剝削和操控他人嘅自大者，唔止係自戀嘅，還係隱性攻擊型人格。大多數隱性攻擊型人格唔係反社會嘅，因為佢哋唔顧他人嘅權利和需求，良知嚴重受損，主動爭取對他人嘅優勢，並試圖逍遙法外地做任何唔至於構成明顯犯罪或明顯攻擊行為嘅事。將佢哋標籤為反社會係好誘人嘅。確實，有些反社會個體將操控行為作為其整體行事方式嘅一部分。然而，操控者並唔違反主要嘅社會規範，過着犯罪生活，或對他人施以暴力攻擊，
儘管佢哋係有能力做呢啲事嘅。有幾次嘗試準確描述操控型人格嗰種精於計算、暗中行事、控制性嘅人際風格。佢哋被稱為各種名稱，從反社會到惡性自戀型，甚至如斯科特、派克所建議嘅被稱為邪惡嘅人。感受到其行為中微妙嘅攻擊性特質，許多人稱之為被動攻擊型。但呢啲標籤都無法準確定義操控型人格嘅核心特徵。重要嘅係要認識到，喺大多數情況下，操控涉及隱性攻擊性，而習慣性嘅操控者係隱性攻擊型人格。同樣重要嘅係要記住，操控型嘅人除了其隱性攻擊性傾向之外，還可能具有其他人格特徵。所以，除了帶有操控性之外，佢哋可能還具有自戀型、強迫型、反社會型或其他傾向。但正如我嘅一位朋友曾經所講，佢可能有短耳朵，都可能有長耳朵；佢可能有好多毛，都可能完全冇毛；佢可能係棕色嘅，都可能係灰色嘅。但如果佢又大又有象牙和象鼻，佢永遠係大象。只要你正喺應對嘅人擁有前文所概述嘅核心特質，無論佢還係咩，佢都係一個隱性攻擊型人格。因為掠奪攻擊型或精神病態型人格係如此擅長操控，有些人可能傾向於將隱性攻擊型人格視為精神病態者嘅一種較溫和嘅變體。這係一個合理嘅視覺。精神病態者係攻擊型人格中最危險、最狡猾且最善於操控嘅。幸運嘅係，佢哋都係最唔常見嘅。本書所描述嘅操控型人格要普遍得多，儘管佢哋能對受害者嘅生活造成相當大嘅破壞，但唔像精神病態者咁危險。一個人如何成為呢種人格，任何攻擊型人格形成其現有樣貌嘅過程各有唔同。我見過一些人，其早年生活充滿了虐待和忽視，以至於佢哋唔得唔成為強大嘅爭鬥者才能生存。我都遇到過許多個體，儘管喺最有愛心和最具支持性嘅環境中成長，但似乎一生都爭鬥過度。呢啲人似乎從小就反抗了社會化嘅過程，而其性格發展喺每個階段都似乎受到了其過度好鬥性嘅深刻影響。但無論先天還是後天係更強嘅影響，喺佢哋兒童期嘅發展過程中，大多數隱性攻擊型人格似乎過度學習了一些，並且未能學習其他關於管理自身攻擊性嘅必要教訓。從我所熟悉嘅成長背景嚟判斷，隱性攻擊型人格通常表現出以下幾種學習失敗：一、佢哋從未學會何時爭鬥才係真正必要且公正嘅。對佢哋而言，日常生活係一場戰役，任何阻礙佢哋得到想要事物嘅東西都係敵人。對贏嘅痴迷令佢哋太過願意、太過急於爭鬥。二、佢哋從未讓自己學到，從長遠嚟睇，贏往往睇而家短期內嘅讓步、妥協或服從嘅意願。佢哋未能認識到嗰啲最好適時讓步嘅時刻。佢哋對服從嘅完全排斥，阻止了佢哋喺生活中做出嗰啲往往喺日後帶來勝利嘅小小讓步。三、佢哋從未學會如何以建設性或公平嘅方式爭鬥。佢哋可能學會了唔信任自己喺一場公平爭鬥中獲勝嘅能力。也許佢哋從未願意冒着失敗嘅風險。有時，只係因為佢哋發現隱蔽嘅爭鬥非常有效。無論如何，佢哋以某種方式過度學習了如何透過暗中行事、隱蔽地爭鬥嚟贏，至少喺短期內如此。四、因為佢哋厭惡服從，佢哋從未讓自己學到承認失敗可能帶來嘅建設性益處。我認為呢個動態係所有攻擊型和性格失調、人格明顯無法從過去經驗中學到我哋希望佢哋學到嘅東西嘅核心原因。真正地學習，即內化生命中嘅一個教訓，總係涉及將自己服從於更高嘅權威、力量或道德原則。攻擊型人格唔改變嘅原因，係因為佢哋唔服從。五、佢哋從未學會超越其孩子氣嘅自私和以自我為中心。佢哋未能意識到，佢哋並非僅僅因為想要某樣東西就理所應當地去追求佢。對佢哋而言，整個世界都係佢哋嘅囊中之物。因為熟練於透過操控嚟如願以償，佢哋開始認為自己係無敵嘅。這進一步膨脹了佢哋以然自大嘅自我形象。六、
佢哋從未學會對他人脆弱性嘅真正尊重或同理心 （empathy）。對佢哋而言，其他每個人嘅弱點只係佢哋嘅優勢。只對弱點，尤其係情感上嘅弱點抱有輕蔑。佢哋過度學習了如何尋找並按下受害者情感上嘅按鈕。適合隱性攻擊性滋長嘅土壤，某些職業、社會機構和行業為隱性攻擊型人格剝削他人提供了絕佳嘅機會。政治、執法和宗教就係其中一些典型例子。我並非暗示所有政客、執法專業人員或宗教領袖都係操控型人格。然而，作為隱性嘅權力追求者，操控者無法唔被吸引到呢啲行業中，並利用其中以服務為名嘅自我晉升和行使相當權力嘅絕佳機會。嗰啲近嚟喺頭條新聞中被曝光嘅電視報道家、邪教領袖、政治極端主義者、周日夜間電視成功兜售者，以及激進嘅社會活動人士，佢哋整體嘅行事方式與我哋喺日常生活中遇到嘅隱性攻擊型人格並無唔同。佢哋只係更極端嘅案例。一個隱性攻擊型人格越狡猾，越擅長使用操控手段，就越容易晉升至具有相當權力和影響力嘅位置。理解與應對操控型人格成為隱性攻擊型人格計謀嘅受害者係好容易嘅。任何想要避免受害嘅人，需要一、深入了解呢些披着羊皮嘅狼嘅性格，了解佢哋真正想要咩，以及佢哋嘅運作方式。要如此深刻地了解佢哋，以至於喺遇到佢哋時總能識別出來。以下幾章嘅故事以一種希望能讓你更容易感受隱性攻擊型人格味道嘅方式書寫。二、熟悉隱性攻擊型人格用嚟操控和控制他人嘅慣用手段。我哋唔只係需要知道隱性攻擊型人格係咩樣嘅，都需要知道可以從佢哋身上預期咩樣嘅行為。一般而言，我哋可以預期佢哋會唔惜一切代價贏，但充分了解佢哋最常用嘅手段，並喺其被使用時加以識別，係避免受害最有幫助嘅方法。三、意識到我哋大多數人所擁有嘅，加劇了我哋對隱性攻擊型人格計謀嘅脆弱性嘅恐懼和唔安全感。了解自己嘅弱點，可以係你喺更有效地應對操控者時最大嘅優勢。四、學習你可以喺自身行為上做出哪些改變，以降低受害和被剝削嘅脆弱性。運用第10章所呈現嘅技巧，可以從根本上改變你與他人互動嘅本質，並賦予你更有效地應對嗰啲否則會操控和控制你嘅人嘅能力。以下幾章嘅故事旨喺幫助你更深入地了解操控型人格嘅性格。每一章都突出隱性攻擊型人格嘅一種顯著特徵。喺每個故事中，我將嘗試突出操控者嘅主要意圖，佢哋用嚟推進意圖嘅權力手段，以及佢哋喺受害者身上所利用嘅弱點。隱性攻擊型人格嘅主要特徵係佢哋把贏視為一切之上嘅價值。佢哋執着、狡猾，有時冷酷無情，使用各種操控手段，唔只係為了得到佢哋想要嘅，都為了避免自己睇到自己或被他人視為佢哋真正嘅樣子。Jo 和 Mary Blake 嘅故事將讓你了解到，喺一個家庭中，當一個人以關心和愛護為名，卻過度執着地要事事如己意，能為家庭成員嘅生活帶來多大嘅痛苦。想要全科 A 嘅父親 Lisa，Blake 又開始做噩夢了。佢變得越嚟越易怒，偶爾都唔合作。佢喺學校嘅表現每況愈下。佢嘅父母 Jo 和 Mary 知道呢種行為喺青春期前期相對常見，但這對 Lisa 嚟講係非常唔尋常嘅。Lisa 係佢哋唯一嘅孩子，佢哋相當擔心。Jo 花了大量嘅時間和精力，試圖找出應對 Lisa 問題嘅方法。Mary 曾數次建議 Lisa 可能只係承受了過多壓力，但Jo確信問題唔止於此。佢意盡一切努力讓 Mary 接受佢嘅觀點。佢強調佢對女兒福祉有多深切嘅關心。佢一再講，佢相信任何一個真正嘅好父母都唔會放棄，直到找到解決方案。Jo 已經喺幫助 Lisa 方面做了好多。幾個月前，當佢帶回第一份有別嘅成績單時，佢向學校官員表達了對佢可能有學習障礙嘅擔憂。但老師們對再次測試 Lisa 嘅想法表示反對。
佢哋告訴佢，Lisa 表現得好好。Joe 讓佢哋知道，為了佢女兒嘅福祉，排除呢種可能性係佢應盡嘅義務。有一段時間，佢懷疑資源教室嘅老師只係唔太熱衷於喺特殊班中再添一個孩子。Mary 對轉學嘅明智性表示懷疑，但Joe令佢睇到，佢哋別無選擇，只能讓 Lisa 離開那所教師奉獻精神如此缺乏嘅學校，並將佢轉入一所更重視家長關心和參與嘅私立學校。Lisa 喺新學校嘅第一個學期保持了優等生行列後，佢嘅成績再次開始下滑。此外，佢開始喺一些小事上更加唔服從，尤其係對Joe。Joe知道必須採取行動。佢為 Lisa 安排了喺一所信譽良好嘅診所進行全面嘅學業和心理評估。佢有點驚訝地得知，佢喺嗰度交談嘅人，除了對 Lisa 進行測試之外，還想採訪整個家庭。但正如佢多次講嘅，佢準備好為幫助女兒做任何事。Mary 對輔導員嘅回饋感到放心。佢都因 Lisa 喺離開診所途中嘅評論而受到鼓勵。嗰度嘅女士告訴我隨時可以來找佢談談。Lisa 講，我想我會喜歡嘅。然而Joe對輔導員講嘅某些話感到相當惱火。你能想象嗎？佢義憤填膺地向 Mary 陳述輔導員係錯嘅，而佢係對嘅時講，佢哋試圖告訴我嘅 Lisa 只有平均智力。佢以前全科 A， 年年上優等生行列，那睇起來像平均智力嗎？Joe對輔導員關於 Lisa 給自己太大壓力嘅建議，以及佢一些噩夢暗示佢對父母，尤其係對佢父親因對佢期望過高而有些憤怒，都有些想法。最終，佢說服 Mary， 診所嗰啲心理學嘅人大概係用心良苦，但佢哋唔了解佢嘅女兒，至少唔像佢了解嘅咁。第二天，Joe得意洋洋地宣布了佢嘅驚喜，佢找到了解決 Lisa 問題嘅方法。佢透露，佢購置了一台新電腦和幾個頂尖嘅輔助學習程式。而家，佢和 Lisa 可以每天花幾個小時一起做練習，幫助佢重回正軌。佢可以用省下嘅唔再送 Lisa 去診所嘅費用支付這一切。如果 Lisa 像輔導員建議嘅咁，因某些原因對佢有些唔滿，每天如此緊密地一起工作應該能解決呢個問題。最棒嘅係，佢知道佢可以把佢一直認識嘅嗰個小女孩找回來。畢竟，佢告訴自己，冇人能比佢嘅父親更好地照顧佢嘅小女孩。一個唔達目的誓唔甘休嘅人做數次告訴 Mary， 佢只想要最好嘅給佢嘅女兒。佢撒謊了。佢唔只係對 Mary 撒謊，佢都對自己撒謊。佢可能說服了自己，都確實竭盡所能說服了他人，讓佢哋相信佢係喺熱切地追求女兒嘅福祉。但實際上，佢只係想要 Lisa 帶回家。我了解做，佢總係執意要得到佢想要嘅。佢總係認為自己嘅方式係唯一正確的方式。呢種態度令佢喺商業世界取得了好大嘅成就。有些人稱佢係完美主義者，其他人講佢要求嚴格、執念強、控制欲強。但呢啲標籤並唔能完全捕捉到佢身上唔健康嘅地方。問題嘅核心係Joe總係要按自己嘅方式，且唔知道何時該讓步或退縮。佢係嗰種為了得到想要嘅而唔擇手段嘅人。有時，這係好事。要做生活中嘅贏家，需要一點咁嘅決心。但當做喺錯誤嘅時機以及錯誤嘅場合攻擊，尤其係當佢聲稱自己做嘅唔係攻擊時，佢嘅行為可以係極具破壞性嘅。做都係虛榮嘅。佢將家庭視為自身嘅反映。喺佢嘅思維中，Lisa 有責任向他人呈現一個良好嘅形象，以便他人對佢留下深刻印象。Joe沉浸喺自身和社交形象中，儘管有相反嘅講辭，佢對他人嘅慾望和需求係唔敏感嘅。由於佢如此嘅自我中心，佢唔可能對女兒有太多嘅同理心 （empathy）。但Joe嘅虛榮並非造成 Lisa 和 Mary 痛苦嘅直接原因。佢喺永遠以關心和愛護為名，將自己嘅意志強加於他人嘅準備，佢嘅隱性攻擊性，才係問題嘅主要原因。此案例說明了，
儘管表面上睇起來係另一回事，某些人如何能喺家中施加重大嘅情感暴政？這係基於一個真實嘅臨床案例。你可能會發現，Lisa 嘅噩夢有一個共同嘅主題，佢嘅夢大多係關於某個想要傷害佢父親嘅人。古典分析會認為，Lisa 可能對傷害甚至殺死佢父親有一些潛意識嘅慾望。Lisa 本能地感受到了 Joe 嘅冷酷無情，但佢唔係嗰種會激烈反擊嘅人，所以佢只喺夢中才感到足夠安全，能夠表達自己嘅感受。Joe 如何操控 Mary 而家？問題出現了，明明 Mary 內心認為 Joe 嘅要求係唔合理嘅，佢究竟如何讓佢睇起來被說服接受了佢嘅觀點？因此，有些關於呢個案例嘅其他事實，我哋需要探討。事實係，Joe 係善用一些非常有效嘅手段嚟壓制 Mary 可能試圖提出嘅任何反對意見嘅高手。Joe 知道 Mary 非常有責任心，佢知道如果佢認為自己喺任何方面忽略了一項職責或冇履行作為妻子和母親嘅責任，佢就會立即停下來。所以當佢質問佢時，佢所需要做嘅只係讓佢相信挑戰佢等同於忽視女兒嘅福祉。如果佢能讓自己睇起來係嗰個真正關心嘅人，那麼 Mary 可能就會被誘使相信自己才係嗰個冷漠嘅人。喺前文嘅案例故事中，Joe使用了一些非常有效嘅手段，呢啲手段將喺第9章中詳細探討，嚟說服自己佢喺做嘅事係正當嘅，並說服 Mary 佢反抗佢係錯誤嘅。佢為自己嘅自私意圖向自己和家人進行了合理化 （rationalize）。佢嘅合理化講詞促成了一種觀念，即冇其他人對佢女兒嘅興趣達到佢嘅程度。佢指出了所有 Lisa 舊學校老師失職或敷衍了事嘅時候，正如合理化講詞嘅一貫情況，佢哋令 Mary 覺得足夠講得通，以至於佢確信，如果佢唔順從 Joe，就意味着佢對 Lisa 嘅關心冇佢多。Joe 嘅合理化掩蓋了佢真正嘅意圖。佢想要嘅係一個能作為佢嘅正面形象，並進一步滿足佢已然膨脹嘅自我嘅超優秀女兒。佢並非關心女兒嘅福祉，而係想要滿足其對自我吹捧嘅渴求。Joe 都進行了大量嘅否認 （denial）， 否認自己喺女兒任何困難中所扮演嘅角色，並將責任推卸到他人身上。如果佢有一刻讓自己視自己為罪魁禍首，佢或許會有所反思。佢嘅否認唔只係僅係佢用嚟保護或防衛自我形象嘅方式，如古典心理學理論所假設嘅，而係佢藉此向自己授予繼續做嗰啲否則可能唔會去做嘅事情嘅許可嘅手段。認識到這一點非常重要。喺佢進行否認嘅當下，Joe主要唔係喺保護或防衛任何東西，佢主要係喺努力克服所有阻礙佢得到想要嘅東西嘅障礙，並抗拒對他人意志嘅任何服從。Joe都知道如何讓 Lisa 處於佢嘅掌控之下。佢給佢發出微妙而持續嘅，儘管係非言語嘅訊息。如果佢按照佢嘅期望行事，佢哋就會親近，佢就係佢嘅小女孩。但如果佢違抗佢，嘗試自主張，或未能達到預期，佢就會狡猾地讓佢知道某種懲罰將會隨之而嚟。我記得做對任何冇順從佢嘅人，其暗示嘅、隱晦嘅懲罰威脅係多麼微妙卻有效。有時，只係佢給人嘅眼神就可以相當令人生畏。即使是以評估和扼殺呢種任性嘅叛逆為名嘅診所之行，都被用作精心設計嘅，儘管仍係隱晦嘅威脅懲罰。